是球队第一次在这边正式比赛，赛前然后跟球员们叮咛一些什么？我们上个礼拜刚好也有来这边健身房练习一下，今天是第2次，当然是没有那么的熟悉，还是有一点陌生，但是就是尽量的让他们去熟悉一下场地的弹跳。像今天风势也蛮强的，也是要适应这样的东西。看他有没有拉嘛？如果没有拉，应该我也怕他叫他上去的时候刚好是在拉，我也没办法。那基本上是有机会了，我觉得。他今天来球场还是有点虚弱的。等一下，我看他在那边玩啊，我就想说他在那里玩，我想询问到底是真的拉还是假的拉？因为他还跟选手一直在那边玩一些有的没的这样。前2局感觉很好，那第3局突然3、4局突然是没有像前2局那个感觉那么好。是有一些什么状况？也不知道，就是前2局就觉得头好好的，然后可能被单打之后，那被得分之后感觉比较急躁一点，因为而且球队领先，那可能变成节奏变得比较快，想说赶快解决打者，那很快失投就变得比较多，就是3、4投就变多了。那还好，手被我帮忙跟打线，那自己也是尽量去投，然后投多少局算多少局。今天被所打的安打还蛮多的。对，就3、4两局是失投比较多，那刚好他们也有掌握住，所以自己还需要再多加强，就是减少失投的上，因为他们乐天是能减少失投的话，就能减少10分，因为他们攻击力比较强，那你只要有失投的话，会造成伤害比较大。你自己知道对乐天8连胜吗？没有想过这个，因为去年是去年的事情，那但今年就是角色不一样，那也怎么想办法每一场的出赛就是把握住，那帮助球队胜利这样子，就是自己今年就是当先发的一个。开第2赛也4场先发，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进入先发的状况吗？还是说有哪些地方还需要再改善？还是局数还是没有办法拉很长，因为还是希望能以7局为目标，因为现在6局的话，你后面有板会比较累，而且如果一场5有5人战的话，你可能要板会比较累，那你自己想办法还是要把局数拉长，那跟球数给拉高，那就是。刚投手教练也给我一个新的课题，就是想办法把球速拉更高，跟局数拉长。